繼續是新北市的消息，昨暝11點外，有一個男乘客坐264的公車，就車無付錢，司機甲提醒，結果男乘客是要求司機佇路邊來停車，予伊落車才要付錢，司機無願意，雙方轉起冤家，男乘客最後竟然佫動手拍這個司機，客運公司講會協助司機提出着告訴，討回公道。他要付錢啊！不讓我下車嗎？你要不讓我下車？你不讓我下車，這沒道理嗎？哪什麼流氓啊！乘客講話真無客氣，一直要求公車司機好落車，受不了。來警察局啊！不要你先，你要不開門？來，有沒有開門？你不要影響到我。已經人情緒失控，幾個人甲司機帶來，對司機起腳動手，司機一直持喇叭喊救人，民眾發現無對當，遂衝去車頂。車頂亂糟糟，雙方悠悠落落。佇民眾在心的鬥相共下，司機照在着脫身，失控乘客也互民眾控制掉咧。警方了解狀況了後，遂將當手拍人的乘客帶去了警察車，以證實有冤情激動。可能阮裝下囡仔他路見不平嘛，上去的時候也是喝止那個乘客啊，叫他離開司機啊，他講不聽啊，我就直接抓他腳把他拉下來啊！代志就發生喺昨暝11點外，新北市路橋民族路的台北客運264號公車，姓何男子對捷運蘆洲站上車，無付車錢，司機就甲提醒，已經是要落車才付，尾手行到駕駛座邊仔，要求要隨落車，司機甲應講，我站才會當停，雙方就起冤家爆發衝突，造成司機頭殼甲骹手攏有著傷，決定要甲告。這種客運的車子，你在行駛當中，如果你這樣子忽然動手打他，還是怎樣，那個後果很危險、很嚴重，也很危險啊。台北客運也表示，將會協助公車司機提出告訴，甲討回公道。是講男子無付車錢，佮動手甲司機拍，加在司機正買車，隨停車找人鬥相共，無人失控發生意外，後果就真歹勢上。